係利嘉閣嘅 Rivka， 今日要介紹嘅就係青衣站嘅上蓋迎翠半島。喺睇單位之前，我哋一齊睇下屋苑嘅配套同埋交通。Let's go！港鐵青衣站嘅上蓋坐擁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嘅雙線優勢，一站就到機場，2站就到南昌，5站就到香港站，直達香港嘅商業核心區。下層仲有58萬尺嘅青衣城1期同埋2期，有超過170間商鋪，吃喝玩樂一個商場就已經搞掂晒啊！而喺迎翠半島仲有3個出入口，無縫連接返商場同埋地鐵站添。我哋依家喺第2個出入口上單位睇下啦。鐵路站上蓋嘅優勢，梗係無縫連接去返屋苑嘅平台啦。大家今日要睇嘅就係9座高層嘅 E.F 單位，係一個雙連單位嚟嘅。嚟睇下個廳有幾大？呢度就係 sofa 嘅位置，望返出邊就係翠綠嘅山景，仲望到少少汀九橋景添。如果實景嘅話，呢度可以放返個8人圓台都冇問題啊。仲有呢度。如果鍾意飲酒嘅你，呢個一定係酒吧區啦。我哋睇下小朋友區域先，呢度係其中一間細房，有2米乘2米。咁呢個單位有3個嘅洗手間嘅，呢個就係其中一個。另外呢一間大房亦都好闊落。嚟到主人房嘅區域，呢度原則係有3間房嘅。喺左手邊嘅位置，如果追求空間嘅你，可以做書房。咁呢度就係其中一個客廁。噔噔噔噔，嚟到最尾，亦都係你最想睇嘅啦，就係主人房。主人房打通咗，做咗個衣帽間，3邊落床，非常之闊落。呢度仲有個裝飾區域。咁呢度就係個套廁啦。雙連單位點少得有2個廚房啦。業主就將呢間廚房改咗做工人房，另外一邊就係比較大嘅廚房啦。有 L 型嘅台面空間，都非常之闊落，適合女主人煮飯啦。如果大家都想睇呢個單位嘅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拜拜。